台湾长跑好手、马拉松宝贝曹纯玉今天3日在东京马拉松标出2小时36分14秒，不但打破高悬近15年的台湾女子马拉松全国纪录，也达到2小时37分的世界锦标赛参赛标准。台湾女子马拉松全国纪录是长跑名将许玉芳在2004年在厦门马拉松所缔造的2小时39分53秒。曹纯玉不但一举缔造全国新猷，也成功取得世锦赛入场券。曹纯玉之前受访时曾透露，东京马拉松仅是他的中继站，他的目标是取得2020东京奥运门票，而他在出发行前设定了完赛目标要跑进2小时35分以内，虽最后有些小超标，仍让他如愿打破全国纪录。为了准备这次东京马拉松，曹纯玉早在2月28日就和教练与男友陈佑任提前启程前往东京，且在比赛前2人就已拟定好作战计划，将由配速感较佳的陈佑任在前10公里领跑，避免曹纯玉因状况太好，前半段跑得太顺，导致后半段失速的状况。2人拟定的作战策略，在这次东京马拉松展现成效，不但在女子组以排名17完赛，还成功跑进2小时37分内的世锦赛参赛门槛，并一举刷新全国纪录。